50刀斬女友青年終身監禁，喊到眼紅。身上有50幾處刀傷嘅19歲少女劉淑芬，睡房枕頭同埋被都染滿鮮血。4男3女陪審團尋日退庭商議4個半鐘，一致裁定佢19歲男友譚浩南謀殺罪成，依例判終身監禁。被告聽到判決之後眼都紅晒。佢之前自辯話，案發前幾日吸過冰毒，搞到幻聽。佢懷疑女友同阿哥有染，發現佢哋用圖畫傳情。當日喺阿哥嘅床上面發現女友吸剩嘅煙頭，床又有汗味。質問女友，對方就否認。但係突然眼前出現豬頭人身，呢個世界冇人中意你噶啦，你去死啦！佢就自插，點知豬頭撲上嚟，到滿身鮮血嘅豬頭話要飲水嗰陣，居然變翻女友把聲。佢話如果唔係豬頭出現，佢一定唔會斬女友。死者阿媽曾經形容過個女原本好乖，咁或者佢識咗個男朋友之後，或者我啦，就開始講大話，即係識咗而家呢個人咯。咁就即係幾個月啫嘛，過年到而家咁耐，咁就已經冇咗條命咯。而被告哥哥尋日亦都到庭支持佢，有女友嘅阿哥冇認過同死者有染。女死者曾經畫過心形嘅圖案，中間寫咗被告嘅英文名。